苗了吗？谁知道他呀？不会，多少不是。不好撅着不住似的，拿那小不是东西似的。不要苗，哎，找点简单，给你们仨人这个。找点简单的字儿。他可能太浅的那他也苗了。啊，肯定哎，对，不是，我说自己的，看人家那儿，人家别人用来的。哎，看我估计就剩那么点儿了啊，哦，给用了。我估计就剩点气了。你们仨这字儿比较简单，可能。有烧了，有那个，我光看有那个布，有一卷纸，我说拿。我爷爷最爱喝的。他估计就会点了。没有布，有。大字儿苗，后面都苗了。完了还整点。行吧，行吧，完了吧。咱这原来好多。对，咱瓷盘给咱早给收走。哪儿啊？搁后头，搁那上头。怎么还这个事儿不干，先拿那。好的。留一口。那一次还弄了一堆那个咱村的那个点心吧，都在口袋里，他扔这一铲子。啊，赶紧鞠躬。我看他一说话，哎呦，你看还给萨鸡带来了，萨鸡马。